谷有唔少國際級嘅米芝蓮餐廳等緊大家去發掘。今次帶大家去 Suring Erlebnis 呢一間餐廳，由嚟自德國嘅雙胞胎兄弟 Thomas 同埋 Matthias 所創立。兄弟喺德國長大，深受傳統家鄉料理影響。喺亞洲，正宗而又創新嘅德國高級餐廳並不常見。Suring 兄弟重新定義德國料理，佢哋唔單止擁有米芝蓮2星，喺 The World's 50 Best 網站2025年世界排第22名，亞洲排名第11位。Suring Erlebnis 用咗一所舊別墅，重新打造出一個簡約嘅家居感覺。舒適嘅客廳散發住溫馨簡約嘅居家魅力。晚餐7800至到9800泰銖，約合港幣1900至到2400蚊。午餐大約4800泰銖，約合港幣1200蚊。價格會因為季節、菜單調整而略有唔同。包含12至16道精緻嘅德國創意料理。食客能夠體驗到多元味覺層次同埋極高視覺效果。午餐同晚餐都可以選擇 wine pairing 5800泰銖至6800泰銖，約合港幣1400至1600蚊。Suring Erlebnis 唔單止對食物講究，連餐具細節都唔放過，尤其是餐刀。喺特定菜式有專用嘅餐刀，展現簡約現代德國設計美學，優雅且符合人體工學。德國鑄鐵鍋焗鴨係一道非常經典嘅招牌菜。鴨肉先經過10日 dry aging 處理，提升肉質嫩度同風味，然後以乾草輕煙熏方式慢烤，使鴨肉表面形成香脆嘅金黃色外皮，同時保持肉質多汁鮮嫩。焗烤過程中用上傳統德國鑄鐵鍋，緩慢烹調，散發住煙熏烘焙香氣。直到甜品侍應奉上 Suring 兄弟祖母嘅食譜，目的係想話俾食客知，佢哋傳承咗家族嘅料理秘方，亦代表住佢哋嘅童年回憶同德國南部傳統飲食文化。德國餐菜俾人嘅印象可能係腸仔同酸菜，然而 Suring 兄弟將傳統德國味道同現代烹飪技巧結合，打造出獨特且充滿創意嘅料理風格。依家喺曼谷都食到米芝蓮德國菜，咁就唔使專登飛去歐洲啦。